所以咁啱啱嚟到而家25週年啦，所以一定會支持嘅。冇錯啦，都代表住你好認同佢哋呢個機構嘅理念啦，同埋好成日認同支持係好重要嘅。咁我哋多多個身份，我哋本身係一位演員啦。咁而家多多頂帽咧就係暨少年大使，不過壓力或者個責任會覺得哇，突然間大咗好多。我覺得更加大嘅係嗰個開心啊，即係同埋我覺得係更加有意義嘅，因為可以希望啦，用自己少少嘅力量，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多人了解對於腦部嘅健康啦。不如咁啦，我哋熱身啊，咁考一考你先話。我哋今日咧嗰個主題咧就係我哋呢一個賽馬會旗誌25週年呈獻就係觸動記憶體驗館啊嘛。你知唔知咧呢個體驗館係邊一月邊一日喺邊度舉行咧？應該由10月1號到10月10號，係咪啊？就喺電競新城呢度，即係後邊嗰個部分啊。冇錯啦，咁啊頭先咧，我係局長啊同我哋貴賓咧已經參觀過啦嚇，考唔到你喎呢一個場合咧，其實上面咧都內有乾坤喎，除咗話你見到佢有個腦部之外，仲有嚿擦紙膠喎，咁啊你哋知唔知點解會有個擦膠喺度咧？佢嘅擦紙膠係代表隨住時間啦，好似記憶會流逝咁樣，即係擦紙膠擦嘢咁樣，記憶會逐漸消失，係亦都係代表住腦退化症患者嘅嗰個其中一個症狀。冇錯啦，